大家好，歡迎來到高息香港的頻道。你而家睇緊嘅頻道係高息香港，係一個講下點樣搵多啲錢嘅頻道。例如我哋會介紹下不同嘅收息方法，例如房託、收息股、債券、指數型股票基金等等。同時喺香港生活，樣樣嘢都貴，除咗開源，我哋都可以諗下點樣節流。因此我哋呢個頻道都會介紹不同嘅優惠資訊俾大家，例如係香港及大灣區嘅優惠。希望今次呢條片可以分享到一啲資訊同諗法俾大家。如果大家對高息香港嘅頻道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們講邊隻收息股，都可以留言俾我哋。今條影片我們要和大家聊聊一隻近期在香港上市的新股龍豐集團。這家被譽為香港藥妝第一股的公司，在上市前曾引起不少關注。然而，對於我們這些追求穩定收息的投資者來說，龍豐集團是否值得納入我們的投資組合呢？高息香港今天的影片將會為大家深入剖析，為什麼我們頻道不會買入龍豐集團來收息，甚至建議大家分析呢間公司時要特別留意其中的潛在風險。龍豐集團的故事始於1992年，由謝兆海先生創辦。從一家位於上水的小小社區藥房起步，歷經34年的發展，龍豐集團如今以滾雪球般壯大，在全港擁有31間分店，遍布港島、九龍及新界。它的商業模式也從傳統藥房演變為微型百貨，主要經營三大品類：美妝產品、保健產品與藥品及其他消費品。根據2025財政年度的零售銷售額計算，龍豐集團在香港美妝、保健產品及藥品零售商中排名第三，市場份額約為 5.8%。如果單看藥品零售這一細分賽道，龍豐更是香港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市佔率約 5.2%， 且按收入計，亦為香港第三大藥品及保健產品零售商，市場份額約為 4.2%。這充分說明了龍豐在香港零售市場的強大實力與品牌影響力。財務總監鍾偉榮在路演會上亦提及，集團核心優勢在於一站式購物體驗，31間零售店佈局已基本覆蓋全港核心區域，本地消費復甦搭加遊客回流使銷售增速持續位於高位。龍豐集團於2026年6月5日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招股價定為5.18港元。然而，上市首日，其股價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收市價報2.81港元，較上市價大跌約 45.7%。這不僅讓許多認購新股的投資者蒙受損失，也為這家藥妝第一股的光環蒙上了一層陰影。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市場對這家公司如此不看好呢？這背後可能隱藏着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財技和財務結構問題。我們來看看龍豐集團的財務數據。從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2023財年受疫情影響，龍豐收入僅約10.94億港元，並錄得約2710萬港元的虧損。然而，到了2024財年，畫風突變。隨着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內地遊客回流，美妝和保健品需求集中釋放，龍豐集團憑藉其在核心購物區和交通樞紐的門店優勢，吃盡了流量紅利，收入直接飆升至約20.21億港元，並成功扭虧為盈，淨賺約1.44億港元。2025財年收入繼續增長到約24.6億港元，淨利潤達約1.7億港元。而最新的2026財年首8個月數據更是亮眼，收入已達約20.35億港元，淨利潤約1.48億港元。市場據此預計2026財年全年純利有望達約2.65億港元。值得一提的是，龍豐的毛利率也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從2023財年的 24.9% 一路提升至2025財年的 31.6%。這在零售業這種薄利多銷的生意中實屬不易，背後反映了公司在供應商議價能力，例如在日本福岡設立採購辦公室，繞開中間商，以及高毛利自有品牌，以建立40多個，佔比提升方面的努力。然而，即使有如此亮眼的業績增長，
我們高息香港依然要提醒大家，對於龍豐集團這隻股票，尤其是以收息為目的的投資者，務必保持高度警惕，因為這些表面風光的數據背後，可能隱藏着更深層次的風險。首先，我們要關注的是龍豐集團在上市前的一個關鍵操作——巨額派息。根據招股書披露，在上市前，龍豐集團旗下的主要營運子公司合共向原有股東宣派了高達2.68億港元的股息。這筆錢是用來抵消大股東對公司的欠款。這種操作在法律上是合規的，但對於一家即將上市、需要充裕資金發展的公司來說，其影響卻是深遠的。這直接導致了公司權益的大幅縮水，公司的淨資產減少，資產負債率隨之急劇攀升。更令人質疑的是，在募資用途中，約20%的淨額將用於償還銀行貸款，這不禁讓人聯想，上市前大股東先透過派息的方式將資金從公司轉移，抵消了欠款，然後上市再向小股東募集資金去償還公司的銀行貸款。這種財技如何能讓小股東相信大股東會好好營運公司，而不是將公司視為提款機呢？這無疑是對未來小股東利益的嚴重透支。由於上市前的大額派息以及其他資金調度，龍豐集團的槓桿率急升，背負着沉重的債務。高額的債務意味着公司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這些利息支出將會直接侵蝕公司的盈利。即使公司在經營上能夠產生利潤，但如果大部分利潤都被用來償還利息，那麼真正能留給股東的淨利潤將會大打折扣。在當前全球利率仍然相對較高的環境下，高負債的公司將面臨更大的財務壓力。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者公司經營不及預期，沉重的債務負擔將可能成為壓垮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我們收息族來說，我們追求的是穩定且可持續的股息。一家債台高築、盈利被利息吞噬的公司，其派息能力自然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面臨無法派息的風險。此外，這次龍豐上市完全沒有引入基石投資者。通常有實力的新股都會找些大基金、富豪或者業務夥伴來做基石，鎖定半年不能賣股，給市場打強心針。龍豐居然赤膊上陣，全靠市場散戶。龍豐集團缺乏基石投資者，正說明了大型機構對其基本面或估值存在疑慮，這無疑增加了散戶投資者的風險。雖然國際配售反應好，但這也意味着上市後股票的穩定性少了一道屏障，股價波動可能會較大。龍豐集團在招股書中曾承諾，上市後董事會議建議派發年度股息，金額不低於該年度可供分配與股東溢利的50%。這聽起來似乎很吸引人，但結合我們前面提到的上市前巨額派息、高負債問題以及上市後募資用於還債的情況，這個承諾的可信度就值得我們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一家在上市前已經將部分家底提前分配給大股東，並且背負着高額債務的公司，其未來的現金流將會受到嚴峻考驗。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公司賬面上錄得盈利，但如果現金流緊張，要拿出真金白銀來派發50%的股息，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公司可能會面臨兩難，要麼犧牲發展機會，將資金用於派息，要麼為了維持營運和發展，而無法兌現派息承諾。對於收息族而言，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不確定性。管理層試圖用高息避風港的概念來吸引收息資金，但我哋再望清楚佢嘅商業模式，就會知佢呢個亮麗嘅口號做唔做到實屬好大問號。原因就係公司就算唔使還債都好，未來生意會否保持到與否都係未知數。龍豐集團作為一家藥妝零售商，其商業模式在香港市場也面臨着獨特的挑戰。香港的藥房零售長期以來處於一個大分散、小集中的狀態。我們經常能看到的萬寧和屈臣氏這兩個傳統的超級巨頭，他們走的是偏個人護理家中高端日化的路線，
與龍豐這種藥品加保健品加平價藥妝的傳統藥房定位有所區別。真正的獨立藥房市場是幾千家小店各佔一點點，龍豐以5.2%至5.8%的市場份額就能坐上最大藥品零售商的交椅，這本身就是行業碎片化的最好注腳。碎片化意味着整合空間大，零售業是典型的規模經濟生意。龍豐目前擁有31間店網絡，加上上市後募資擴店的彈藥，計劃未來3年再開17至18間。他確實有條件做香港藥房賽道的最大藥品零售商，這也是其核心的中長期邏輯。然而，龍豐也有明顯的軟肋，那就是成也遊客，敗也遊客以及缺乏核心護城河。與萬寧和屈臣氏根植香港社區多年，本地熟客基本盤穩固不同。龍豐的單店面積較大，且主要分布在核心商業區，如九龍和新界的交通樞紐，這導致它對內地遊客帶來的消費增量依賴度極高。這種依賴性使得公司容易受到地緣政治、旅遊政策變動以及疫情等不可控因素的影響。在這裡，我們也聽到了一些來自老一輩上水街坊的傳言。據說，連在龍豐集團工作的老一輩員工，要買日用品都寧願去惠康、百佳、萬寧和屈臣氏，而不是幫襯自家公司。此外，也有不少傳言指其公司有水貨和假貨。有住係上水龍豐花園超過30年嘅朋友更同我哋頻道表示，佢望住呢間公司由細做到大，睇完佢份招股書同佢嘅管理層嘅亮麗說話後，佢講咗一句就係：上水老街坊唔笑，上水街市流浪嘅幾隻狗狗都廢啦。當然，以上這些都只是我們頻道從上水街坊那裡聽來的傳言，我們無法證實其真偽。但很明顯，這間公司的發跡史與香港本地居民的關係並不大，它的擴張完全是拜2003年港府開始實施自由行政策所賜，大量深圳及內地朋友前往香港消費，才讓龍豐的生意蒸蒸日上。同時，大家都見到內地近年海南都已經有免稅措施，以及大量內地居民已習慣在線上購物，而內地大城市近年都已經可以直接入好多不同種類嘅藥物用品給內地居民購買。在早幾年國內同香港重新開關後，大家都見到香港上水的水貨客已大量減少，而去上水掃貨的同胞都已大減，最少係比2019年時少咗好多。而近年來內地遊客消費模式轉變，追求性價比、特種兵旅遊的當下，龍豐集團這種單一市場風險讓長線資金非常顧忌。國內遊客未來仲可以俾到幾多生意增長俾龍豐，真是一個巨大的疑問。更重要的是，龍豐集團的商業模式並沒有任何護城河，它所提供的一站式購物體驗，其他藥房也能做到，甚至萬寧和屈臣氏在品牌、供應鏈和會員體系上更具優勢。在一個高度競爭且同質化的市場中，缺乏獨特競爭優勢的公司，其長期盈利能力和市場地位將難以維持。一家商業模式缺乏足夠韌性，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公司，其盈利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都將面臨挑戰。這對於追求長期穩定收息的投資者來說，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同時，其老闆謝先生的發跡也與炒賣上水街邊物業獲利甚豐有關。在上市前，他又藉着香港核心商場租金低迷的機會，成功大手入場，開設更多分店，從而做大了公司的賬面數據，再以此來尋求上市，自然就能獲得更高的估值。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龍豐的成功，更多是搭上了時代的順風車和資本運作的結果，而非其零售業務本身具備不可撼動的競爭力。綜合以上分析，高息香港認為，龍豐集團雖然頂着香港藥妝第一股的光環上市，並在上市前開設更多分店做大了公司的賬面數據而展現了亮眼的業績增長，但其背後的財務操作、高負債問題、缺乏基石投資者、商業模式脆弱以及街坊傳言等因素，使得它對於追求穩定收息的投資者來說，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高息陷阱。在股票投資界，一般有三大門派：價值投資派、技術派和財技派。我們高息香港頻道正屬於價值投資派。
簡單來說，我們致力於尋找那些具有真實投資價值的股票，並在其股價低於內在價值時買入，然後耐心等待其價值回歸。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我們還能持續收取公司的股息，實現收住息來等價值回歸，從而獲得穩健的投資回報。這種策略的好處在於有數可計，例如一隻股票每年能提供8厘股息，簡單計算12.5年即可回本，而股價的增長則是額外的回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上一條影片中，偉易達股價大跌時，我們反而會感到高興並選擇加倉。因為假設年年收偉易達8厘，12.5年後就可以回本了。至於另外兩大門派，技術派的投資者通常會透過分析股價圖表和各種技術指標來判斷買賣時機，而財技派的投資者則可能擅長利用大股東的某些財技來獲利。我們認為龍豐集團這隻股票雖然不具備我們價值投資者所看重的收息價值，因此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收息股名單上。但這並不代表它對其他投資者而言沒有任何投資或炒賣的價值。如果你是技術派、財技派或其他投資學派的成員，你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到與我們頻道截然不同的畫面，甚至可能發現不買就笨的機會。因此，我們高息香港只會說這隻股票不適合我們不會買賣它。至於正在觀看這條影片的觀眾，你是否應該買入賣出？我們無法提供任何投資意見。大家如果想做任何投資，請務必自己做好功課，詳細分析，確定投資產品適合自己先好進行買賣。如有需要，請務必諮詢獨立財務人士或你的專業顧問的意見。此外，請提防投資騙案。高息香港頻道沒有任何私人股票或投資產品群組，更沒有任何所謂必賺的號碼。如果有任何人自稱係高息香港頻道的人員，向你推介任何私人投資群組，請務必小心，因為極有可能係騙子想呃大家。如有需要，大家可以致電警方防騙熱線18222查詢。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不知道大家對龍豐集團有什麼看法？你是否會考慮買入這隻股票來收息呢？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嘅睇法。喜歡呢條片請按讚、訂閱及分享呢個頻道俾你嘅朋友，讓更多人了解投資的風險與機會。謝謝，我哋下期再見，拜拜。